終於遇到強敵啦，就決定用你啦 ，Andy Wong。做乜嘢啊你打機打上腦啊？耍皮啊咩啊？我係全職嘅小精靈訓練員嚟噶咩嘛。啊？你係我哋嘅崇拜報告嘅主持人啊！好似係喎，咁我哋而家就快啲去片啦！崇拜報告現場分享出嚟啦！ LA 訓練已經進入尾聲啦，而我哋一班年青人由上個星期開始，已喺鼠堡同埋監獄當中進行報告。嚟緊我哋亦會有澳門短宣啦，請各位紀念呢班年青人，為佢哋代禱啦。第一屆 Shine 青年籃球邀請賽女子組嘅決賽已經喺過去嘅星期日完結啦。當中有4隊嘅女子組合參加比賽，最終由莫秀洲梅都中學勝出冠軍。亦都感謝神，第一屆 Shine 青年籃球邀請賽男女子賽事咧順利圓滿結束啦。運動事工咧藉住今次嘅比賽，服侍咗超過70位嘅教練同埋球員。喺未來咧，運動事工會繼續以運動作為報導嘅媒介，舉辦更多嘅活動，走進社區，祝福年青人嘅生命。請大家繼續為我哋嘅運動事工禱告啦！最後感謝各位弟兄姊妹嘅代禱，以及咧喺比賽嘅時候場內場外嘅協助，以致讓我哋能夠榮耀神，祝福生命。嚟緊8月6號將會有我哋嘅聖餐福音崇拜，我哋邀請咗羅國斌弟兄分享佢嘅見證，主題係交託主嘅人生。而晚上嘅職青崇拜，我哋邀請咗余德成弟兄分享，佢嘅題目咧係最好嘅預備。以上就係我哋嘅崇拜報告同埋意象分享。接下嚟就係敬拜嘅時間，請將我哋電話較為無聲狀態。仲有我哋嘅 Pokemon Go 同埋我哋嘅精靈圖鑑都要收喺我哋嘅口袋裏邊添啊！係啊，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，同樣地點，再見啦，拜拜。 All my dreams come alive. Life is full